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9中岛新闻，我是麦尚莹。这地牛油膏冰心啊，来看这日本青森县的东面的外海，伫当地时间昨暝11点15分的时阵，发生规模7.5的大地震，上无是有30个人受伤。气象厅是有发布海啸警报，上悬的是来测到70公分悬。这个地震呢，也造成这青森县内呢传出这火灾、停水，甚至阁有失电的灾情。另外，也因为地震的所在就伫咧日本海沟的附近，所以气象厅也第一届来发布后发生地震的警报。半暝时，雄雄传出声音，厝内的物件摇来喊去。这是北海道一搭邻家厝伫咧地震的时阵翕到的影像。除了拄仔咧喊，镜头正手边徛顶的物件，嘛互人感受到这场地震的威力。来自法国的游客家伫北海道主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函馆，煞拄到地震。Bon bah juste le sol qui tremble quoi. Et tout qui tremble quoi. High building. OK. Escape high building. OK. 根据气象厅观测，这场大地震发生伫12月初8暗时11点15分，震央伫青森县外海80公里，深度50公里。政府发布海啸警报，甲9万人发布特例令。而且预测海啸侵了日本东北沿海，上悬可能来到3公尺。警报的范围包括北海道、青森县、甲岩手县。气象厅表示，真侪港口测到20至70公分悬的海涌。私からは直ちに、国民に対して、津波や避難等に関する情報提供、適時的確に行うとともに、住民避難等の、被害防止の措置を徹底すること、早急に被害状況を把握すること。气象厅表示，就这届地震的地点来看，过去捌有地震连续发生的通报，所以提醒未来有可能出现更较大的地震。也若海啸方面有可能观测到更较悬的海涌，呼吁民众唔通挖近海墘仔甲河口。1週間程度、特に今後2、3日間につきましては、今回の地震と同じく最大震度6強程度の地震に注意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当局指出，这届测到长周期的地震，也就是2秒以上，海较大力，速度也较慢，对较悬的大楼会有明显的影响。交通的方面，东北新干线福岛站到青森站之间，上北的列车已经停驶，一直到初到透早，岩手县境内东北本线拢停驶，2班列车赶紧停落来。电力的方面，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甲第2核电厂拢无发现异常。记者综合报道。这届日本青森县外海的地震呢，即马针对着观光的问题，旅行社是表示讲，其实目前这出团的状况是无受到影响的，所以行程会照排。另外，这旅客所住的所在呢，嘛无外海，所以未受到海啸的影响。都有及时回报现在的状况。那我们也是有跟客人讲说，就是在 LINE 的群组里面有讲说，就是不用太担心，因为毕竟它只是在海外的范围内。那现在海啸上来，其实也都只有1公尺左右的高度而已，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都已经形成规划，既然他说就是有打电话过去问，也没有问题的。好，那我想说就依照行程这样子去做。根据了解，目前这青森的观光旅游呢是照计划来行。也若交通部这观光署是表示讲，目前是无接到旅行社异常的通报，而且台北驻日本的经济文化代表处，也阁有其他主要的旅行工会呢，嘛无传出受到影响的消息。这几日会继续来关注，适时来回应。另外来看台湾，伫咧昨暗7点24分的时阵，花莲近海也来发生规模5.7的地震。这花莲上大的震度有到4级。花莲县市呢，花莲这个夜市啊呢，有这装置艺术的看板也好摇甲落落来。这气象署是提示讲，3天以来，要是有可能会来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地牛熊熊冰心点完行到南做伙，花莲近海初八暗时7点24分发生规模5.7的地震。伫大力咧摇的时，东大门夜市也传出真大的声音。原住民一条街入口迄搭有差不多200公斤的装置艺术扛棒，全安尼落落来。旁边那个东西就突然往那个店家飞，刚好有客人，刚好有些客人一看到就马上闪掉这样。店家派6、7个人合作，才顺利把这扛棒搬去边仔放咧。加在并无伤着别人，夜市主委赶到现场，先用红大甲围起来，避免民众挖进。当时那个地名下去有没有？然后前面就是牌楼倒塌了，招牌倒下来，我们就跑过去看，立马就围起来。很久没有来花莲，久久来就遇到一次，都是好。不会，下次又不敢来。不会，再去买1张乐透。
这个规模5.7的地动是属于真浅层的地动，深度是24公里半，上大震度花莲南投有4级。地动测报中心表示，主要的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小溪所致。未来3天要是要注意规模5到5.5的地动尾。也因为它是极浅层的地震，所以造成附近有比较高的一个震度。那根据我们研判，因为这是一个规模中型的一个地震，它后续大概在3天。民众还是要注意规模5到5.5的地震。这届地动台北市也有感受到，台北捷运列车有先停落来，随后恢复正常。加在各地并无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也毋过未来3天要是可能发生地动尾，提醒民众最近要是爱保持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咧花莲这美仑工业区呢，昨暗除了地动以外，也阁有一间大理石的工厂熊熊发生火灾。伫咧烧的时阵，阁传出这爆炸的声音，互居民是真惊吓。这消防队呢来抢救点外钟的时间，才总算控制火势。也那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大火伫铁片工厂内烧，消防人员拿破坏器材切割铁门，也由几条水线开始灌救，因过温度实在伤悬，火真紧就冲出来，工厂一下就互大火烧起来。没有办公室，就是厨房而已，然后那边就是那个总配店。晚上会有人在这边吗？员工哈，他有没有受伤？没有，都撤离了。这件工厂火警是发生伫初八暗10点左右，花莲市美仑工业区美港七街一间大理石工厂突然发生火警，消防局随派出16台消防车，52位警技消去灌救。它的整个厂房面积大约是800平，那燃烧的部分呢，大约是在150至200平左右。火灾发生的初期，内部的员工就已经自行逃生。好在规个火警并无人员受伤，火势伫7点外钟了后，得到控制，一直到透早2点半才完全拍花。导火原因，消防局当咧调查，因为是半暝啊，这件火警并无影响附近花莲机场的飞行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粪扫真正是袂使乌白但因为呢，彰化市清洁队昨伫咧收粪扫的时阵，这车道竟然出火，而且佫开始安尼清烟。结果这粪扫拍开检查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内底是有8挂机的赖达，加在这火是有随家拍花。清洁队即马是要调监视器来了解情形，也提醒民众，若准违反着废弃物的清理法，安尼恐惊会罚到6000块。听到粪扫车的声音，沿路民众出来等粪扫，但是粪扫车后道却出现火星，开始咧庆烟，大家赶紧闪开。清洁队员随用灭火器处理，加在车无烧起来，一地一地粪扫拆开检查，才发现竟然有人甲8挂入来搭，直接等粪扫车。都有分类呢。啊，你有人讲好个打火机站的粪扫？应该不对。那你没有用完，你怕你现在天气很热啊，有时候就怕就这样燃烧。啊，袂使放喺内底啊，袂使放内底来烧开面嘛。彰化市清洁队拜一在收粪扫时阵，有民众直接甲8挂入来搭等粪扫车。清洁队表示，赖达内底有火石啊，佮加上赖达架完若无用了，倒落去压缩，有可能会着火，真危险。粪扫车压缩着吼，伊个迄个打火机有打火石吼。会甲迄气体会瞬间会倒起来呢啊！像打火机啊，那个瓦斯气瓶啊，这种都属于高压容器，所以我们要请民众确实做好排空，然后要单独打包。彰化县环保局表示，赖达内底有铁啊，爱回收，而且一定爱甲内底架完排掉。若无甲架完排清气就单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相关会当罚6000块。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有民众伫咧新竹市咧坐这观光的5分车的时阵呢，这车线熊熊去弄到月台，头3节车厢搁并车去，加在是无人受伤。后来检查才知影讲，原来呢哪像就是囡仔甲这石头放伫咧铁基路顶悬，毋才会致死意外。这相关单位是指出讲，会专门来检查铁基路甲车辆的安全，无问题才会搁再开放。5分车达达向前驶，民众沿路欣赏风景，无受到后一秒。并且现场乱吵吵，车顶的囡仔把吓惊到，当场哭出来。那其实，在前面都是很顺畅，一直到转弯处，
突然就是有一个很可能像是轮胎卡到东西的声音，然后就开始晃得很厉害。那他撞到排水沟之后，整辆车就是翻覆。新北市公路里5分车，在日本时代是用来在渔港甲市区之间送货用的车辆，尾仔变做当地观光景点。当地里长讲，这摆技术是囡仔把车头放在铁基路顶悬，才会发生意外。不会啦，因为基本上还是慢的啦。对啊，老人家也 OK 啦。哎，给你石头给扛一下对不？啊，你跳的咯？追吗？去一撮班的哦。够快，对，差不多剩这大粒吧。事发后，现场公证人员立即协助旅客疏散，并安抚情绪，随即暂停行驶，全面检查轨道及车体安全，已要求维管单位提高行轨频率，强化现场管理及安全防护措施，杜绝类似情形再度发生。好佳在事故无造成人员受伤，相关单位指出，未来会规划增加电感设备来确保游客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这屏东的第一线高滨大桥，甲这屏东工业区这段呢，伫12月初的时阵，是连续2天拢总发生3件交通事故，造成3个人死亡，有2个人是骑脚踏车，另外1个呢是骑乌托拜的。这2个骑脚踏车的呢，其实拢已经超过70岁，也因为这第一线呢路宽，而且车又搁紧，所以屏东分局是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当咧转弯的大架车辆。青色车头的拖帮车准备要正弯，边仔一台脚踏车嘛要过路口，互相无注意到，拖帮车直接对脚踏车撞落。这件车祸发生伫12月初2中昼，屏东市的和成路和工业6路的路口，造成77岁姓李的负责人当场死亡。同一天的暗时，建国路往高屏大桥方向，因为白色轿车违规停伫慢车道检查车况，一名骑乌托拜69岁姓郑的查甫人闪袂赴，直接对轿车后壁撞落。医护人员接到通报到现场，落尾嘛是救无起来。过无24点钟，相隔无到1公里，高屏大桥往屏东市方向，一台乌托拜想要闪脚踏车袂赴，直接撞落。骑脚踏车73岁姓谢的负责人，倒去了后就无振动，送病院最后不治。要闪事故的其他乌托拜嘛拢跋倒受伤。实际到车祸现场，佫看会到安全帽和机车零件落伫路边。我看到的是脚踏车2台乌托拜。脚踏车迄个吼，伊就倒落来。本月2日内连续发生3起重大交通事故，均造成用路人不幸身亡。本分局提醒用路人，请主动远离大型车辆，避免死角风险。行车前务必完整检查车辆状况，请驾驶人务必依速线行驶，保持安全距离。屏东市第一线伫2天内底发生3件死亡车祸，致使3位士大死亡。主要第一线路宽，汽机车咧驶时车速拢会加较紧。警方嘛呼吁民众出外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遵照道路的速度驶。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语歌手周雅文就自这阵令开始呢，就直直互一个新加坡来的歌迷加说了，甚至佮对伊安尼起骹动手。这周雅文未肯定，所以有甲法院来申请着保护令。也毋过12月初3的时阵，周雅文是来到高雄表演，这个歌迷又佮对来到位，这桥仔头地检署是照违反保护令，甲法院申请羁押核准。优美的歌声，国在场的民众听甲真入迷。台语歌手周雅文初3来到高雄参加一场公益演唱会，不过伫咧上台进前，周雅文是再次受到这名新加坡籍姓刘的查某歌迷放刁，讲要来演唱会现场当等机，互周雅文是惊甲赶紧报警，因为这名姓刘的歌迷用敲电话、寄电子批，甚至跟踪等等，前后骚扰期已经伫边2年的时间。本分局严谨，于被害人准备上台演出之际，即向刘姓女子出示保护令，告知已违反相关规定。警方按照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甲姓刘的歌迷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根据了解，姓刘的歌迷自112年开始，都用尽各种的方式来调查周雅文的生活。今年2月，佫伫帮调车头当周雅文，甚至佫对其起骹动手。周雅文才向法院提告申请保护令。姓刘的歌迷要告法院判刑6个月。这个再次违反保护令，桥仔头地检署表示，被告的行为已经对周雅文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检方会积极侦办，无必用。
上任。讯问后认其有反复实施违反保护令及跟踪骚扰之余及逃亡之余，在114年12月4日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因为未堪你瓜白登记的所缴，周家文强强消散落吧。即摆听到姓刘的瓜白互羁押，周家文也伫面册打出律师的声明讲，总算会当好好食饭，安心啊困。记者柯家朱超阳高永昌报道。这夜市啊呢点心但是真侪，所以签嘛嘛安尼4加1，若准无细腻，就会去互拄着。伫咧云林呢，有一个夜市的这个头家是规气来采一个稻草群来收集人用过的签嘛，结果效果有影是袂歹。稻草棍啊，插板竹签，远远看到亲像大型的航帆尾，也可能是着草船借钱的历史故事。实际上，这是云林西里东南夜市，避免竹签造成环境公害新方法。裤脚较少签啊，迄哦穿拖鞋，你经过你打哦，较袂去插着骹啦。系啊，我踅几个夜市啊，第一间看到这啦。惯性啊，较差咧，像我拄则行过较差咧，咱台咱减掉路者无必要的风险。安尼从地铁夜市吸引不少游客，将手头的竹签向顶原插，有效减低竹签黑白片的问题，也互民众感觉真趣味。当初做的是一个夜市啊打翻，老前是因为长期摆档发现夜市常常有用过竹签黑白片，毋但造成环境垃圾，佫常常有人被擦伤。希望借这种治，会减少竹签带来问题。恁行路吼，啊若签啊拢满世界蛋，啊恁若去惊踢着，啊咱就算讲话清清较清楚，哦啊会较袂人受伤。非常的好，我一个晚上啊还要去背3摆，拢比这较济啊背3摆。夜市啊管理单位表示，这2礼拜了后效果真好，也有效减轻工作人员整理垃圾时阵受伤的风险。目前已经增加到6个点，未来看情形佫增加，也提醒民众用的竹签啊唔通黑白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极端气候来看，这澳洲呢是发生火烧山的灾情，目前也阁有50多笪窑阁咧烧，有一个消防人员是因为予这树啊结着全安尼过身去。那另外一边，这印度 Kashmir 这地区呢，是因为这空气的污染要吹袂散，所以浓雾呢是大甲真高，就连出名的观光地区，这规片拢是乌天暗地。烧热打扫，佮透风，互大火直直炭去。澳洲新南威尼斯甲昆士兰省消防人员伫咧火场拍命咧抢救，现场会当看到大片的草布已经烧到臭火焦。执行拍火任务的直升机直直咧换水。官方统计，规个州超过50大的火点犹阁咧烧，部分地区甚至封路避难。It's a really dark day for us today, and it's a difficult day, and it's a difficult day for everybody who's involved in the fire service. We've seen, particularly over the past week, all different agencies come together to try and protect communities, be they the RFS, be they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be they Fire and Rescue. And we've seen the community go through a number of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have made it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and we've seen the devastation. 官方证实，一个59岁消防人员伫执行任务的时阵，互倒落来的树仔甲击着，当场无心跳，急救了后，也是救无回来。这个意外，互外界搁再一届体会到火场的无确定性甲危险性。消防局指出，数百个消防人员连续几日天透暝咧抢救，也是有16栋厝拢互烧害去。养那8半球的印度 Kashmir 山坎是互高高的浓雾大掉咧。斯里那遮的地标西京塔甲达尔湖等等有名的地点，伫咧浓雾当中强要看无，因为冷空气热蓝，无啥风，污染物吹袂散 ，PM2.5 指数超标，互观光客甲居民拢直直讲，已经无成记忆当中的天堂啊。मैं पहले 2016 में आई थी यहाँ पे बहुत सुंदर था, इतना पॉल्यूशन भी नहीं था. तो अभी ऐसा लग रहा है कि बहुत ज़्यादा पॉल्यूशन है और ऊपर से मतलब ऐसे स्मोगी है. ऐसा लग रहा है कि कश्मीर का सुंदर दिख ही नहीं रहा है. तो अभी मेरा 澳洲甲 Kashmir 拢是极端气候带来火灾甲污染等等的冲击，也显示全球暖化之下，极端气候的频率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巴黎这罗浮宫呢，今年10月才拄到这贼头娘娘，伫咧11月又搁发生漏水的事件，有一寡埃及文本的差不多400本的期刊，也搁有科学文件拢受到损害，加在是拢要会当来修复。那工会呢是宣布对12月15开始要来发动罢工，抗议卡手报告，而且博物馆设备也伤旧。
口头技术论大报报道，这件漏水的代志发生伫咧11月26日，地点是罗浮宫埃及古物部门的图书馆3间资库之一。罗浮宫的副馆长史坦伯克推测证实，目前确定有300-400本历史受损，即嘛抑阁伫咧清点。伊讲，受损的部分是埃及学家普通时伫咧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期刊，一个科学文件。这个拍打了，会当搁再整起来修理好势，因为海有的管状文本是无受影响。这边漏水的原因是电区的一个已经关几落个月供应暖气甲液压管线系统闸门无顺利互人开开，造成天棚的管线漏水。罗布强讲，管线的问题已经真久啊。不过因为预算的限制，是在2026年9月才会完成的。在此进前，因会强化安全措施，避免人为的疏失。罗浮宫是全世界上侪人参观的博物馆。今年10月才发生偷地案件，当天白日有4个歹徒偷入去，甲上亿美金的珠宝偷提走。11月因为结构问题，又有一个电梯封起来。法国审计机构报告讲，罗浮宫长期无法度改善老旧设施的原因之一，就是开伤侪钱去买艺术品，无伫咧做基础建设。为了要调集现代化改造所需要的资金，罗浮宫伫咧最近决定，明年开始，欧洲以外游客的票价要对22块欧元起到32块，差不多大票1180块起45%。公司新闻是会中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要提供农民120亿美金的援助，另外一项交通的新政策是来推出新旅行健康计划，要来改善机场的设备，也鼓励健康饮食甲轻度的运动。From me,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is bridge payment. It's Christmas early for farmers. 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举行的一场会议顶头，宣布要甲关税当中收到的数千亿美金划一部分，予农民当作经济补助。农民伫政治顶悬支持川普，但是川普的贸易政策真激烈，也佫有关税一直改变，予农民实在是真头痛。 The backbone of our country, so we're going to use that money to provide $12 billion in economic assistance to Americans. 其中110亿美金会用伫农民桥梁援助计划，予正5国的农民减少关税冲击。10亿的美金会发予其他政策。农业部长罗林斯讲，明年2月底进前会甲补助发予农民。So India. Mark it down, would you? Yes, sir. The picture that stood out to me was when the president asked Secretary Bessent to take notes on what one of the farmers mentions, and the secretary said, "Yes, sir, I've got that." 伫交通政策部分，运输部长达辉伫机场亲身救怀科，伊宣布会拨10亿的美金，用来改善机场设施，会扩建儿童游戏区、起市宁景，也佫有简单的健身房。Could we offer healthier options? Could we support nursing mothers? 大会强调，新措施毋是要爱旅客伫咧机场动甲大粒汗、细粒汗，是希望大家会使利用时间活动筋骨。川普伫咧同一天内底推出农业补助，也佫有交通建设2大政策。王定伟讲是伫咧年底进前，针对基层产业，也佫有一般旅客放一寡利头。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来看一份报告，这是英国媒体呢是来发表全球 AI 指数的排名，咱台湾是排伫咧第16，这个数字呢是比去年还佫较进步5名。也毋过其实这当中呢，伫咧开发也是讲人才，甚至是商业生态等等，咱台湾煞拢干那排伫咧30左右尔。有业者是讲，这台湾的市场有较小，长期以来这硬体是强过软体，所以较好开发出家己的品牌。台湾晶圆制造业、IC 封装业全球排第1，有半导体王国的名声。不过 AI 发展全球排名毋是排头前。根据英国观察家报上新全球 AI 指数的排名，台湾为去年的21名进步5名，排第16名。根据9大项目的评比结果，台湾伫基础建设甲政府策略分别排第7甲第8。不过有关开发能力是全球27名，商业生态第30名。人才是第33名。经济部产发司长柯基辉答问分析，台湾 AI 整体发展牛甲差的项目差真明显，认为台湾爱更加努力，才会当真正徛上 AI 世界舞台。缺少一个发展软体还有整合应用的环境，毕竟市场太小，那么市场都是在欧美，应该鼓励国内的企业去
美国、欧洲设立软体的研发中心。那更重要的是要跟当地的其他企业更紧密的合作。国内 AI 软体研发公司分析，台湾市场规模小，产业生态还未完整，佮因为新技术引进上慢，唔只会差欧美 AI 生态系遐尼济。观察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大部分是晶圆制造，联发科联用大部分是 IC 设计，显示硬体比软体较强。整个部会都有在帮忙。那校园内的话，就是教育部会负责嘛；那校园外大概就经济部跟劳动部。那国外我们负责国外的揽才那个部分。根据国发会报告显示，2025年至2027年，台湾 AI 应用户人才，当年差不多新增加3000至4000人，恐惊人也是无够用。国发会讲，会优化国外专业人才聘请甲雇用，才有法度伫 AI 发展的比赛对着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内这立法院是来核决行政院新版的财违法的复议案。国民党团除了批评以外呢，佮讲要对这行政院长杜英泰来提出谴责案。因那杜英泰伊是呼吁立法院，讲目前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来审查明年度的总预算，也佮有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其他的拢会当慢慢来讲。立法院会顶礼拜核决行政院提出的再修版财违法的复议案，团组抗议的高层确定无要执行这版的财违法，和国民党团批评讲，行政院长杜英泰已经复议8摆失败，佮无要落台，佮讲要提出谴责案。中央集权又集钱，不愿意把财源下放才是真正的原因，而这种是把执行法律当作选择题的态度，表达了不是只有行政权的傲慢。更是对宪政制度严重的挑战。一共8次的复议，国会多数都不认可行政院因为窒碍难行所提出的复议案。如果复议不成，那你行政院又不能接受，那国会就可以发动倒阁、不信任、解散国会啊。法律生效了后，行政院这边无要执行，虽然无宪法明文规定，不过较早有成立，而且这届立法院通过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军人待遇条例等等，行政院嘛拢无执行。看到条约搁一摆，因为财违法无人免让，杜英泰搁向立法院发话。现在立法院最重要的是2件事情，一件是赶快的审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另外一个也是尽快的审查我们防卫韧性、强化防卫韧性的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这2件，一件关系人民，一件关系国家的主权跟安全，其他的都可以坐下来谈，行政院无所不能谈。敢若无要搁坚持行政院版的财违法，杜英泰强调讲，即马上重要的是较紧来审查，搁互立法院放伫遐的明年度的总预算案，含1.25兆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所落来条约的战火看起来是会继续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日也来三读通过海南撤发的修正案，针对这雕工破坏海底电缆，也是讲天然气管线，甚至是自来水的海底管线的人，上悬会甲判关7档，也佫有罚1000万，而且也会没收这犯案的存折。这届修法也来修订这增加这过失犯的刑责，过失破坏的人呢，会甲判6个月以下的徒刑、拘役，也是讲甲罚到200万以下。而且呢，也要求内政部伫海南撤发通过进前，爱甲海底电缆甲管道的图纸全部对外来公布。来看咧，台湾呢是伫咧地动台顶悬，所以面对着这天灾，也佫有中国对台湾的无友善，即马为着要来强化咱的社会韧性，佮加强国民防灾的观念，内政部是结合全台湾16间宫庙来办理宣讲。拜日开始是对台湾头，也就是这家人的庆安宫来办头一场，希望讲透过宫庙甲社区的这个影响力，会当来推广强化这防灾的观念。每一个人手头拢摕一本感觉式的册，这是内政部为着因应天灾甲国际局势变化所推出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发予民众，要予民众了解拄到危机的时会当安怎做。民众讲，这确实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台湾伫地动台，天灾加上中华局势紧张，确实爱先做好准备，了解危机来的时会当安怎保护家己。台湾人一定爱团结，咱要保持咱即摆自由，咱即摆民主吼，大家一定爱有共同的意识。所以今仔来听册吼，就是讲危机来临的时阵，咱的安全，台湾人民爱家己顾。
这是上重要的。内政部为了推广国民防灾观念，按算结合全台16间宫庙举办宣讲，拜二先对台湾头开始，伫家人庆安宫举办头一场，希望透过宫庙社区影响力来推广强化防灾观念。内政部嘛讲，这届总共印1100万本，伫全国的980万户拢会当分到，希望大家有闲加减看，嘛鼓励大家参加防灾士的培训。阮即马咧推设防灾士，你若是要做防灾士的训练呢，阮内政部遮有甲你补贴2500块，互你学16节课吼。啊，摕到一个要来做 CPR 吼。内政部讲，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内底有整合多元的灾情应变，有地动、风台、海洋等等，希望将防灾知识普及到全民拢了解，嘛希望落实人人拢是防灾士的愿景。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家人报道。来看这诈骗的有影是掠袂离，国民党的立委是指出讲，这打击诈骗相关的预算已经翻倍来增加，也毋过诈欺的案件呢，毋过煞颠倒是直直安尼增加。四位这国民党立委是同齐来开这公听会，邀请到学者、政府部门来讨论因应，而且呢，希望因会当提出建议，来赶紧做出改善。11月的诈骗受理案件呢，还是有13559件。那财损金额仍然高达59亿9千多万了哈。国民党4位立委邀请学者、警政署、司法部等机关举行公听会，检视行政院打击诈骗的成果。因指出，台湾伫114年度打诈相关的预算是73亿，是113年的4.8倍。不过，诈骗的案件却无明显减少，专家也提出建议。诈骗集团它几乎100%，大概80%几乎都是使用境外的平台。我们这边认为其实我们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可以比较日韩或是一些新加坡他们的一些纳管经验，请问由主管机关就是金管会，我们主动建立，让愿意配合台湾洗防法的一些国际的交易所能够合法的落地。反诈骗联盟也指出，因接触过几6位诈骗的受害者，警察虽然有抓到车手，不过被害者的钱也是无法度赶紧摕回来，因为现在法律程序太过复杂，受害者找法院的时间不是几6个月，就是几6天，精神也真受折磨。他只在乎说我的钱什么时候能够追回来，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追回来呢？第一个，受害者必须要等待漫长的所谓的司法的判决的过程，结果车手或者是各方面的人，他最后面洗钱，到最后面脱产，你法院给他一张债权凭证，请问一下，那张债权凭证有用吗？国民党立委也指出，目前诈骗主要是来面册 IG 找这几个国际平台，常常都会出现各种的假广告和投资诈骗。国民党团呼吁行政院，莫干那限制小红书，其他国际平台嘛要强制要求，莫让台湾变做诈骗之岛。记者陈阿轩、曾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这美国是来宣布扩大对中国来出口高阶的晶片。川普是表示讲，已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过，温准这飞达公司呢出口 H200的晶片去到中国，其中这25%的金额是会付予美国的。也有专家是表示讲，其实这 H200的晶片呢，伊的效能唔是上界新的，台湾供应链的效应，即马是还阁需要观察。美中科技攻防战各有变动，最近美国下党派的参议员则提出安全可行晶片出口法案，阻止高阶晶片出口去敌对国家。不过，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搁变青灯，会准飞达向中国出口 H200晶片。川普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已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美国会伫符合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下，允准飞达向中国经过批准的客户来出口 H200产品。另外，内面25%的收益会纳予美国。真正的国安考量是要取得稀土，并且要出售大豆。他们可能会希望的是，美国要撤除一切对于半导体的管制。这个部分包含了这个世代的 Blackwell， 乃至于下个世代的 Rubin。伊对进前出口去中国的飞达 H200晶片，是为着配合法令设计的降规版本。H200晶片是目前全球上强 Hopper 架构 AI GPU。专家讲，伊讲两个效能是差6倍，不过相对来讲，伊的效能嘛是做袂到后一代全新结构的 Blackwell 晶片，就敢会想要买变重点。美国政府即使开放了，接下来还要观察中国大陆的政府目前的态度，才能够决定对台湾的供应商有
带来多大的这个效益。根据了解，包括超微、Intel 嘛适用同款的政策，大厂 AI 晶片的供应链，包括台积电的晶片代工、光达、鸿海和伟创斋，是担任 AI 伺服器的组装和供应商。专家分析，市场会因为安尼扩大，但是受惠的程度搁爱观察。初到台股早盘是开悬走价，大盘中上价28,166点，台积电盘中上价1,480块，光达中上价295块，市场是观望的态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花莲这场去年403的这个大地震呢，是互市内天王星大楼全倒去，一个姓康的查甫老师全不幸罹难。这花莲地检署侦办了后，是发现这建筑物有设计不良，而且偷工减料，所以造成这大楼倒去，互住户来死亡。今仔日照这过失致死的罪嫌来起诉这姓陈的营建商。诚信营造商他怠忽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这个也没有确实的监督他的所属员工、包商施工，导致天王星大楼有前开的重大瑕疵，进而造成康姓女子死亡以及数以百计的这个住户无家可归，且于饭后矢口否认犯行，因此检察官进行法院从重量刑。检方是认为讲，这姓陈的男性呢，伊是一个营建商，也就是一个负责人。不过呢，煞无监督伊员工甲包商敢有照这规定来施工，所以呢，起诉伊涉犯过失致死的这个罪嫌。另外，这设计的姓赵的建筑师呢，已经移民去国外真侪档啊，检方当夜对伊发布通缉。另外来关心的是，一个货车的驾驶呢，是因为车祸有可能就要切断伊的骹骨，也毋过成功病院的医疗团队是考虑到伊是一个单亲的爸爸，而且佫是赛车咧讨谈，所以用这创新的医材配合着治疗，经过12届的手术，成功将这个患者的双脚保存落来。虽然双脚抑阁包掉咧，毋过已经应用助行器慢慢向前，骑驾驶两边别人来辅助。今年53岁所前是2年前伫国道连环车祸内底，双脚互车夹半点钟，被救出来时阵拄了开放性骨折，将下巴关节用要断去，下边会更加神经损伤，变成截肢。当下我的人是不知道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个交病房里面。主治医生跟我讲说可能会有截肢的风险啊，然后。后来是我们老板一些都，然后希望能保住双脚了，至少要还有工作机会。医疗团队考虑所先生是单亲，做驾驶工作，决定做补给手术，先由骨科完成，骨质固定手术，各有进行外科疾病导致高体式负压地阻性疗法，加特殊抗冻敷疗，最后干接掉正大腿的脚趾头啊，成功保住上腿。他是从车祸现场救出来，所以他有很大范围的下肢的骨头跟软组织的受损，大手术大概12次，那他小手20次的手术，我们经过1年的时间，才让苏先生能够慢慢站起来，再回到工作职场上。技术技术导致创新医材敷料软化，佮加速医毒感染物，有效降低感染率，佮促进组织愈合，同时结合负压治疗，和规个案例治疗是正顺利。虽然目前这项创新医疗依然是自费项目，不过也好中从创伤患者有保住骹手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一寡种柑仔蜜，也是讲这稻仔的田园呢，定定互鸟仔，也是讲田鼠走入去甲偷食，所以农业局是来推广采鸡仔，互动物来吸的这个防治方式。若是成本较低，对这自然的生态也较无败害。目前已经有采21座的鸡仔。提示机小喇叭，试落去发出大声的声音，这是台南东山种柑仔蜜农民的日常景象。主要因为要防止鸟仔来毒农作物，农民无论是声音，还是家己做反光片等方式来赶，安怎赶效果嘛是有限。因无奈讲，一工落平均损失2至3台斤的柑仔蜜，尤其对因咧做有限农作的果农有影无奈。它只要一转色，一点点转色，不管你看到是这样颜色色调，或者像这样子。它只要一点点转色，它们就开始吃。吃了之后，它们会跳，所以你在地板上会看到一大堆。为了要解决动物甲农作物饿了，台南市农业局近来嘛咧设免禽车价防治方式，鼓励农民会当设低价的车价，写码休顶免禽，踮咧遮休困，协助农民倒关鸟鼠、虫害甲鸟害，这款生物防治唔呐降低损害。买当减少农民惯系讨药的做法。自从用了这2年，112年到现在114年就是农民呢也知道这种我们有在推广，然后我们农业局的推广之后，他们也很少在用那个老鼠药，那老鼠也减少了。用食物链的概念
大的来吃小的一个状况，那产生一个食物链。那这样子的话，食物链越长的话，我们的生态环境就越好。七米长的竹高顶白麻索减到黏牙机，大约10分钟就做好势。农局这阵定期办教育训练，把教农民来家己打一个。有专业人士指出，那免禽管系里降一个车架休困，这乌是麻叶定定来弄地，这嘛形成天然的风扇，守护作物的安全。帮它捕食田里的老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鸟类，或者是一些害虫的爬虫类问题。这就是最主要有效是解决这种问题。这阵台南伫东山关店大内甲甲关庙区政府设有10座车架，陆续嘛开始有农民对咧响应，自主设有11座，农总21座。农局毋望逐当通稳定增加，打造永续农产，嘛实践生态共好。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北城仔岛的开发案即马开始要来讨土地啊！今仔日早起的这公听会呢，有居民是提出质疑，认为讲在台北市府呢无提计划书就来开公听会，这款行为是明显违法。也那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其实因的听书拢有照法律在行。早起9点开始的公听会，打开放民众入场，警方禁止民众带机啊甲喇叭。不过，反对的人伫会议一开始就大声提出定数问题，要求停止公听会。反对区段征收的民众一直大声喊，甲警察发生冲突，警方摆做人墙阻止反对的人冲入去。后面的指挥官嘛带领警察做伙喊口令。公听会就伫抗议声内面继续开，面对质疑无提出计划书就举办公听会违法，台北市政府解释这完全合法。在报给内政部核定之前，我要来开这个区段征收的公听会。法令是这样。现场嘛未少支持开发的民众叫反对的人卖闹，佮要求因赶紧开发。强烈反对少数人用非法暴力来严重影响到所有居民的权益设置岛200年的防水利好不好？我希望市政府加速开发设置岛好不好？但是嘛有民众质疑写到案的宽评处分票反映撤销，而且也未定案，呼吁因卖急得一时。退了之后被定验违法，那请问我们的征收计划是不是整个又要重新来过？台北市政府呢，它除了知法、玩法、弄法之外，它还透过这些扭曲这些法令来胁迫我们居民。台北市政府阁讲，社岛因为建建超过50栋，厝体真旧，违建的工厂14架，欠缺公共设施。区段征收的开发会当改善生活品质，但是反对的人不满，区段征收面积达到279公顷，这是像灭村的开发，要求保留9大庄头，无条件把这征收的范围提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文化界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台湾的布袋戏呢，是对庙埕搬去到舞台，即马又搁要行入科技的世界啊！中央社是来出版这电子册《岛书文化书》，以采访报道的方式来记录台语文书写、古籍保存，也搁有艺文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庙口搬到新科技这翁仔是愈来愈神奇啊！张那顺用乐器唱出搬戏人的心声，时代的改变，真侪传统戏曲拢在做转型。不过改变的过程真困难。不离诺剧团创办人郭敬富分享，当初有真侪想法想要做创新，不过老一辈布袋戏人较保守，甚至反对，所以伊才有创团的想法。这些意见我们提供给老师们，有时候老师就因为3句话，而我自己后来创团。第一句、头一句就是你唔捌啦。第2句就是代志唔是你想的安尼啦，第3句就是这个代志真困难。同款是八宝地戏团的社歌手蒋中剧团团主也讲，因伫台中在地已经有60档的历史，平常时除了办仙戏以外，伊也会举一寡文化场向地方政府提案。嘛，官生笑讲，除了演布袋戏，也无啥物才调啊。后来结婚生小孩了，小孩是我老婆在带。我们不能讲被你骗了，那个生活白痴。我爸爸也是生活白痴。我爸爸上了台之后，他拿了麦克风，他就是神。
下了台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这两位拢是中央社今年新出版的电子册《岛史文化史》的主题人物。中央社逐档拢会甲报道过台语文书社、古籍保存和地方文化故事这的报道内容，自制作电子册，透过人文角度的采访，希望透过一篇搁一篇的累积，为台湾的基文保存留落来记录。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世界潮流界来关心这瑞士呢有数百年历史的约德尔的唱法，今嘛是由官方正式来申请列入去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方是强调讲，这约德尔呢，唔那是一种山顶起牛，也是讲放羊啊这种喊法，也阁是一款文化语言。演唱者真长河海歌声在瑞士的田园中传出来，这是瑞士有名的约德尔唱法。这种唱法上早是山区放牛放羊的这个囡仔用来传递信息的大声的话声，就像做瑞士文化的代表。瑞士政府已经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提出申请，希望外界看到这项传统，已经对面小行入现代舞台，无论伫爵士、古典到南草音乐，拢会使听到约德尔的存在。The very typical thing of yodeling in Switzerland is that we use the sound colors of the voice, so we call it register. So we change between head voice. This is we do it most time with the vowel oo in combination, and we do also the chest voice. We do it with the vowel o. Very typical is when we change between these two. 这阵约德尔唱法伫全瑞士大约780个团体，超过12000名参与者，形成特别跨世代文化能量。学者指出，瑞士的约德尔比这个隔壁国家更加有技术性，无论是北部的阿彭策尔偏柔和的旋律，也是中部较短较强烈的唱法，拢展现各地文化的差异。更加重要是，约德尔已经唔那是传统的声音，而是瑞士人共同认可的第5种语言，代表民族的身份，也展现跨越语言限制这个组合斗阵的力量。Le yodel, il est associé à des fêtes, à des rituels. Il est aussi associé à l'imaginaire de la montagne, de l'alpage. Donc on le trouve très très présent dans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Suisse. Ce qu'il faut dire, c'est qu'il a ce volet traditionnel, mais il est aussi très contemporain. On le retrouve dans des formes actuelles comme du jazz, comme de la musique contemporaine. Donc c'est ça l'intérêt du yodel, qui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différentes formes culturelles. 近年来，有愈来愈多少年人投入约德尔的唱法，对民间的社团到大学的课程，拢会看到新一代歌手。对于真侪青年来讲，约德尔唔那是传统的技艺，也是职业生涯加文化认同的一部分。I've started yodeling when I was 14 because of my family, and it's my passion, and now I can do it professionally. So that's just great. 瑞士的约德尔是毋是法度伫今年底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计12月中，UNESCO 委员会会公布这个结果。无论国旗是安怎，这项源自山谷的歌声，早已经是瑞士文化上特别的符号之一。公视新闻郑为林编译。时代咧进步，即马呢有愈来愈侪人是介意伫网络买物件，所以为着要来处理这个包裹 ，Amazon 是来设 AI 机器人来到扣货。其中伫英国这物流中心呢是有14个骹球场遐尔大，所以内底都有2000个 AI 的机器人，照无共款的任务分工甲合作。真受全球消费者关注的乌烧拜糕购物节过了后，刷倒来个耶诞节，继续拍节拍袂了，互真侪民众真期待，想要趁机会抢小米。也因为人工智慧的发达，加速网络购物的发展。根据调查，美国的消费者伫乌烧拜糕即天创下118亿美金的消费额，大约是低票3708亿。也那网络购物的比例是比去年增加10.4%，实体店面敢若增加1.7%。为着应对大量的包裹数量，美国的跨国科技公司 Amazon 伫英国的物流中心内底加强配2000台个 AI 机器人，因会伫跨网网的仓库内底四个死，甲规个货物的架送到清货人员面头前，互因会使按照人客订单，经正确的商品甲数量，缩短找货物的时间。We've brought on fixed-term contract associates in addition to our permanent workforce here in Malta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get to the capacity required for this busy period of the year. Looking ahead, we're going to ship millions of shipments per week, and tha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per day. Amazon 伫物流中心使用 AI 机器人已经超过10年，处理无同的任务，有无同类型的机器人。
亲像送货自主移动式机器人，佮有精准分类清货机器手，甲会走条码控白啊。Amazon 公司表示，因伫全球的出货流程已经有75%拢是采用自动化的机器人系统来协助。英国的这间物流仓库占地28,558平，适合14个脚球场平大，控白啊是有24公里遐长。因若搬回 AI 机器人4架走总，一天累积的路程要40公里。Which is one of over 30 within our UK network. Each of the orders that gets assigned to this building gets picked, packed and shipped in less than 2 hours. And we do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imes every single day. Amazon 伫自动化物流系统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800亿个英镑，大约是台票3.32兆，并且承诺到2028年会阁投资400亿个英镑，大约是台票1.66兆。因若对内卡布甲物流变甲更较自动化的公司也表示，这款转型甲趋势并毋是干那 Amazon 有，伫全球有更较侪做小卖的公司，当大力投资伫机器人甲软体设备，加快配送的速度。公司新闻新路陪编译。好在 AI 机器人毋但是会当搬货，佫会当来报气象。接落来，咱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较凉，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真多谢唐啊报气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